我係 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迎海4期8座低層 A 室，佢係一個1453尺嘅單位，而間隔就係4房2套連工人套。我哋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左手邊會係廚房，而右手邊就係單位嘅客飯廳。先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外面嘅景觀。正前方主要以樹景為主，而右手邊可以望到少少吐露港嘅海景。然之後我先帶大家參觀門口旁邊嘅廚房。廚房出面會有一系列嘅電器，例如蒸焗爐、咖啡機同埋紅酒櫃，而左手邊就係一組收納櫃。嚟到廚房，工作台呈 U 字形設計，之後我哋經過左手邊嘅屏風，可以通往一間套房同埋一間睡房。第一間睡房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採光度非常足夠。走廊嘅盡頭就會係套房嘅位置。套廁有窗係一個名廁，設有旗杆。設有轉角窗，可以增加室內嘅採光度。對面嘅左手邊就係主人套房，而右手邊就係客廁同埋第二間睡房。客廁同樣都係設有旗杆。呢一間睡房就呈鑽石形嘅開跡，可以望到海景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廁同樣都係有窗，設有旗杆加浴缸。設有一組入牆嘅衣櫃，主人房呈長方形嘅開跡，內置一個工作平台。位於單邊嘅關係，所以左右兩邊都有大窗，採光度非常足夠。同樣都係可以望到吐露港嘅海景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，多謝收睇。